但過咗40歲，體檢時一定要重點關注呢5個指標。雖然羅醫生咧係中醫出身，中醫養生係我嘅強項，同時咧我都係一名全科醫生喎，體檢嘅指標都係我想科普嘅內容。第一，血糖，空腹血糖咧保持喺3.9到6.1，餐後血糖如果低於7.8就非常唔錯啦。第二，尿酸，尿酸嘅正常水平咧一般係150到420之間，尿酸高咧就會導致痛風啦、水腫啦、關節疼痛。第三，肝功能，關鍵嘅指標咧係睇谷丙轉氨酶同埋膽紅素，如果箭頭有明顯嘅上升，咁就提示肝或者係膽囊等有異常啦。第四，血壓，目前咧我哋正常嘅高壓咧係喺90到140之間，低壓咧係喺60到90之間。血壓過高咧就會增加腦梗啦、心梗嘅風險；血壓過低咧會導致頭暈啦、乏力等症狀。第五，腎功能，重點關注肌酐、尿素氮同尿蛋白呢3項，有明顯異常咧，需要注意腎臟方面嘅問題啦。你今次學識咗未啊？想養生，跟住羅醫生。